等我話你知，最近成個 AI 界因為呢一隻龍蝦嘈到拆天，有好多人甚至因為佢專登去買部 Mac Mini，搞到爭啲賣斷市咁滯。呢個 AI agent 叫 Modebot， 前身叫 Claudebot， 就係因為太好用、太似人，讀音又同 Claude 太似，結果俾佢哋告到要改名做 Modebot。小弟裝咗之後，真係以為請咗個真人秘書，今朝實測用 Telegram 叫佢幫我改圖，佢改完仲識錄音覆我話搞掂啦。返到屋企叫佢用小畫家畫幅蘋果畫 save 落 folder， 全程我隻手冇掂過部電腦。佢之所以咁屈機，全靠三大特點。第一，你可以自由揀唔同 AI model 做大腦，無論係轉數快嘅 Claude 3.5 Sonnet， 定係 GPT-4o 或者 Gemini 3 Pro， 你都可以隨時換腦，針對唔同任務用最強嗰個。第二，直接駁通 WhatsApp、Telegram、iMessage 等即時聊天工具隨時溝通，就算你人喺條街，都可以透過文字或者語音遙控屋企部電腦做嘢，真正做到24小時隨傳隨到。第三，最恐怖係佢有持久記憶，會愈嚟愈了解你。佢唔似 POE DeepSeek 咁傾完就唔記得，佢會記住你嘅習慣同喜好，用得越耐佢就越似你個心腹。不過戴返個頭盔先，因為佢權限好大，識得讀你 screen， 掌控你電腦，大部分嘅權限 security 方面大家真係要自己小心。建議最好用部獨立嘅機嚟玩，同埋千萬唔好俾佢掂你嘅銀行密碼啊！留言 Modebot 將傳送門同資料 send 俾你。